2025年人权艺术生活节特别刷过啊！上尾一场表演《未竟之业》是由台语台训练班所训练出来12位演员，来演出白色恐怖受难者陈总统的故事。伫咧当初去互禁声场合，国家人权博物馆大声用咱的母语来发声。你回来啊！明仔载细汉的爱做生理，你感觉加2个月要啥物口味才好？ 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陈总统1937年出世，是一个医生。伊伫日本留学的时加入台湾青年独立联盟。32岁去人掠去关，迄当阵伊才拄和牵手结婚，幸福的生活乌有去，互人关15冬。有受过教育，读过册，才受过启蒙，有晓思考的心力。你讲，是要安怎袂烦恼、甲思考家己国家的未来呢？咱就把这个焦点放伫咧陈总统甲因的太太。 当初时若是讲伊无互掠去，迄个幸福的生活本来是啥物模样？这届主要演员拢是对公司台记台台语训练班所选出来的。这届演陈总统的演员叫做李家芬，伊有坐届演出台语剧的经验，讲台语对伊来讲袂讲真困难。较有挑战的所在是伊爱去学陈总统的口口。因为伊细汉时阵就对因爸爸搬来中和大，所以伊的腔口。 可能就无遐尼强化，啊，毋过我有注意到伊有受到伊的牵手的影响，因为牵手是家己人，所以我腔口其实是较我家己的强腔安尼。另外也有一位演员陈必祥，伊的台语就无遐尔练长，毋过参加演员训练班的过程，已经慢慢甲母语捡回来啊。还是用台语来表演，啊，去习惯讲用这个语言去。 处理表演，导演讲，这是一场艺术的政治行动。伫咧现场，大家会当大声讲出家己的文化和人权。当初互人禁止的声音，也会当大声用咱的母语讲出来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、新北报道。